老挝历史上第一位苗族环球小姐诞生了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2022年10月8日，老挝环球小姐大赛的总决赛中，21岁的罗帕因成为了老挝苗族的第一位环球小姐。明年，她将代表老挝参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世界环球小姐大赛。对于很多老挝苗族而言，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。可能很多人会奇怪，老挝为什么会有苗族？在这里九妹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。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迁徙民族，发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，蚩尤九黎就是苗族的祖先。受到战争影响，涿鹿一战后就开启了长达5000年的艰苦大迁徙。明清时期就从云南、广西迁往了东南亚各国，然后又在二战的影响下，从东南亚迁往了世界各地。今天的苗族已经遍布在世界4大洲10多个国家，特别在老挝已经成为了3大主体民族之一。因为历史的原因，老挝苗族和老挝政府的关系一直比较敏感，被当地称为老松族，意为高山上的民族。近年来，双方关系逐渐缓和，老挝苗族也积极融合当地生活，在教育经济上得到较好发展。罗帕因就是一位非常励志优秀的老挝苗族姑娘，曾就读于老挝裔美国学院，精通老挝语和英语。毕业后，她通过 Learn English 电视节目平台教授英语，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。她不仅美丽聪慧，还特别有爱心，热衷公益事业。前后合伙创立了有希望之人新生协会、你能行互助会、老挝苗族妇女网络，鼓励帮助贫苦山区的弱势群体。和其他选手相比，她与众不同的苗族服装和自信明媚的笑容，特别让人过目不忘。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在泥土中找到钻石非常重要，因为钻石会自信优雅地照耀到宇宙中。最后，让我们祝福这个第一位获得国家环球小姐称号的苗族女孩。